助理哦。好，好。各位兄弟平安。礼拜要开始啊，吼，麻烦各位甲手机啊关做静音。
我的上帝啊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带你做官，我要永远学落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祝谢你，也要永远学落你的名。耶和华至大，应该受大的学落，伊会大到无在测度。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学落敬拜。大家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的恩典。用诗歌来回应他，一起来歌唱。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，放下一切痛苦和残累，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，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，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，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，盼望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当我们从头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是充满盼望，是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。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，放下一切痛苦和残累，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，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，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，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。再一次唱，盼望在于你，盼望恩典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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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。再一次回应，盼望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。是的，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神。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各样的苦难、各样的风浪，但我们仍然知道神掌权。如果我们慌张害怕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平安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使我们能够在他的怀中。第二首诗歌来回应他的爱，在挑战当中，我们仍然有平安。
遮盖我，在你大能手中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呢喃息，在基督里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。当大海翻腾，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呢喃息，在基督里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持续站立。咱三角齐声来念新的诫命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诗篇67篇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。上帝啊，愿日邦学罗你，愿万国快乐。
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罗你。地已经出土产，上帝要赐福咱。咱三个额头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父的爸，感谢你即礼拜来带领甲保守。阮若有得罪你的所在，也求主你赦免，也接近阮的心，来甲圣殿敬拜你。主啊，伫即个世界因气候变迁，国甲国的征战，造成真侪家庭的破碎。阮伫遮伫动荡不安的世界中，阮嘛爱有警醒的心。求圣灵引带阮，也有较侪心志伫疼神疼人的心上，互主的爱充满伫阮的生活中。主啊，求你伫看顾有病痛的兄弟，袂使来圣殿敬拜你，互因的病痛伫你的保守得到医治，并安慰伊的心灵。主啊，阮也将下昼的运动会仰望伫你的手内，互每个参与的人拢会使落伫其中。也求圣灵运行伫遮，互蔡长老所分享的信息，互阮的灵性得到造就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主，求主保守带领。阮安尼祈求，拢是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。我
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6节至10节。第6节，因为上帝捌讲，光就对暗而出啦，伊也照伫咱的心，阮的心，互阮对捌上帝应现，就是对耶稣基督显明的来得到光。若是阮有即落宝贝，放伫土的器具，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，毋是出伫阮。阮凡事受患难，若是无困迫、为难，也无失望；拄着困着，也无受放杀；受拍倒，也无死无。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，互耶稣的话也显明伫阮的身躯。即摆过来，咱一同用华语来读一遍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因为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困却不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是咱请蔡长老来讲道。今仔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破碎后的灿烂。破碎的灿烂，请各位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加亲近神。在这个礼拜的时候，让你的话语刺痛到我们的心，听者、受者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。我们每一样的主你内面有真多主你的宽恕。我们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声音不够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难得一个礼拜互相请安，这多美好的事情！等一下，我们下午有一个运动会，那请各位看一下欧长老的球鞋，很漂亮，因为我刚才在后面一直看他的球鞋，请各位等一下特别注意看一下。一个活动的举办，不是今天我们下午去而已。在这之前多少的筹备，你光看那个名单的排列都要花多少的心思，这些年轻们费了多少的心思，大家集思广益，要给我们一个最美丽的一个活动，这是很美的事实，是一个大家庭的事实。我最近经常被问到的最多说：“哎，你退休啊？退休了要创啊？退休了干嘛给做赢呢？”说真的，7月30号之前忙得一塌糊涂，因为我在退休之前还在批公文一大堆，我的秘书一切都在帮你整理，看到一堆。他问我说什么？信，我跟受刑人一直通信，15年来都没有间断过。突然他念到一封信，他说可以看吗？我说可以看，字非常的漂亮。看了以后他很感动，他说这个人快出来了，已经快假释了，一定会很大的改变。他甚至已经受洗了，写了《哥林多前书13的爱的真谛》，用毛笔写，好漂亮的字，每天就在那边念字。经过破碎，在监狱里面破碎以后，得着上帝的怜悯，光照在他身上，完全重生。退休要做什么？哇，刚开始想说，我今天退休，今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哈，什么时候睡不管，反正睡到自然醒，起来先念以赛亚书，因为以赛亚书可以代表整个圣经。念到一半以后才发觉到说，哦，原来事情很多呢。以前想到要吃饭就秘书就进来，今天中午要吃什么？寄信就拿这些信拿去寄什么东西，反正以前都出一张嘴巴，有秘书帮你在做。今天我就我太太的秘书，我太太说你去拿什么？轮到我去跑，发现好忙啊！
这个礼拜真的是忙，那忙得一塌糊涂。这1、2个礼拜，每天忙得到晚上才想到说，哎，穷忙的感觉，我们说瞎忙。有时候想一想，哎，好像没做什么事情，没做什么代志，就是很忙，就是很忙，就是很忙，不晓忙什么，就是很忙，就是很忙。所以突然看到这种破碎后的灿烂，50年了啦。当公务员50年了，也应该要退了嘛。你站在高位上已经很久了，你有司机，你有车子，你有秘书，你应该退了。现在完全是你自己。其实我的心态调整很容易，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就是一个站在高位的人。但是反而有很多高位的人说：“哎，蔡伯伯啊，你今晚退休啊？你现在退休了，我们2个总可以吃个饭吧？哎，听说三井的很好吃的，说我们2个人来吧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跟人家吃饭。”我说不要给人家看到。我说不会啊，就说我们2个3个。告诉你们，在上帝面前讲这话，我觉得我很心虚哦。我现在已经8月已经有10几摊要跟我吃饭了。跟我太太讲说好难过的感觉，所以难怪人家说应酬很痛苦。可是今天看到我们的圣歌队，看我们敬拜赞美团，我还有拉小提琴呢。整个时代真的要变了。5重指示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成全圣徒，什么各尽其职来做什么？成就基督的身体呀！我们的教会以后就是一代传一代，每个人各尽其职啊！就是我们新生被赶走了，做什么？要自力更生啊！不能在家里吃妈妈不要一天到晚吃妈妈的老本了，自己赚钱给妈妈花，好不好？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她最喜欢漂亮的衣服。所以，相对我们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我们一定会更新。我每次看到圣歌队唱歌，我有时候很羡慕。想当初哦，我是非常好的 right on ten 啊，那是当初哦，50年前。现在哦是什么都不是，连声音都觉得自己好难听。破碎后的灿烂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适应那破碎后的灿烂。可以看到没有？杨恩典。2只手没有，含着笔，用脚含着笔画画，生活过得非常的灿烂。四处演讲，想当初杨牧师他们在6个孤儿院收养他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人要的东西，最不喜欢去做。你们一天到晚听我讲恩友，20年呢，20几年呢。不是1年2年呢。今天我们有运动会，可是到一半我要离开，我要赶去基隆，因为我要结束了。其实我离开之前，我在基隆当院长的时候，我的馆长退休，我就说你去组一个妇幼保护协会，人脉我来找，从来没有对外公开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在基隆也没有一个报纸报道过。本来一个《旅国报》的记者要报道，说你就都不要报道，因为重要的是怕我们扶助的这些弱势家庭被报道出来，反而不好。所以其实我们已经默默做了10几年。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，但是我觉得我退休了，我也没办法跑到基隆去了，所以我今天，然后我就约好了哈，等那个监委提名，我就跟他们约好，今天我要做一个 ending， 是我交办出去呢，还是你们自己要再运作，还是要解散？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一下，都没有人提到我的名字，只提到我的馆长林富贵创办。我都觉得很高兴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人知道做什么。我刚才还跟欧长老在讲说，尹衍良总裁过世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小火车的故事。那小火车的故事法官就是我。那陈志忠学说可以不可以讲？我说不能讲，完全都不能讲，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。我们帮助很多弱小家庭，但是会怕影响他们的生活。我们就做了很多事情，可是也应该到 ending 的时候。那些人从来不对外募款，因为这些人都是大企业家。你可以看到一个大企业家穿着，就像今天我们运动一样，穿着运动服在那边漆油漆，帮他们漆油漆，帮他们买米、买饭、买东西，帮他们缴学费，帮他们请海洋大学的家教来教他们，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，让买便当给他们吃。做了10几年，我都觉得好累。恩友还在继续做，那真的是天才哎，感觉上。可是我们看到什么？还有人，他的先生对他照顾是无微不至啊，陪他一起去演讲，
帮他穿衣服，那陪他吃饭，做了很多的事情。我们所看到什么？他们全家里面又生了小孩，他们回到六龟孤儿院。他们人生有没有经过破碎？规身骨力看出生两只手无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埋怨？但好卡好手呢？我们有手有脚哎，我们有什么好埋怨？人家就这样每天还是发出那个灿烂的笑容，因为破碎的心灵让他得到一个更美好的事情。有一个人，他这个人在中年的时候做生意失败了，太太看他生意失败以后就抛夫弃子，丢下他们不管了，就跟人家私奔。然后朋友哦，每次要跟人家借个钱，朋友看到他的说：“哎，我没空，哎，对不起啊，砰，就把他拉黑。”哎，他以前是很豪爽的人，一大堆的朋友，就这些朋友都离他而去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站在高位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都是很卑下的人。其实我从来，人家说我现在会不会调整不过来？我说我从来调整不过来，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站在高位的人。其实我退休以后跟退休之前都一模一样，在我们家里我就是台佣，就是小工。我太太不要笑得那么高兴，不要继续叫我再做了。你看我做了已经两个手指已经用口袋了。但相对的，我们有一天那个黄华灿烂过去之后，你不要破碎自己，你要归于沉静，你要归于那个美，让基督的光在你身上所发生的。他准备自杀了，他想到我人生无望了，我干脆拿一阵童军绳了，我要自杀的时候，都听到哇哇哇的声音。哎呦，他还有一个小孩，听哇哇的声音的时候，他赶快爬下来，哇哇以后摸摸看，是尿不湿的，有没有事啊？应该没有。泡牛奶以前都是我太太泡的，现在不晓得泡牛奶，我一下就叫哦，原来太烫了哦，在那边。那忙完，结果他忘掉他要自杀了，然后之后，他慢慢的突然看到墙壁上有一根十字架，他跟耶稣讲说：“那我要自杀，等我小孩养大好了，等我小孩养大以后我再来自杀。”之后他做一个见证，以后他的后半生觉得更加的灿烂，他就陪着这个小孩长大，看他的成长，他觉得他的人生多美好。他一直想说，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要自杀？其实我们很多自杀的人被抢救回来以后，经过几年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自杀？”他说：“我够笨了。”自杀的人其实都很笨。等他被抢救回来以后，才会发现到我实在很笨，为什么要自杀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念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告诉哥林多前书里面说，分那光从黑暗照出来的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哟。每个人的心里，圣灵不是你叫他来，圣灵就是在你们心里，只是有没有经过圣灵的充满。所以圣灵来是圣灵充满着我们。耶稣内住在我们心里，活着是为耶稣，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要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要经过那个灿烂的那个光里面，这个光是在哪里？就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其实我们更讲得白的，那个光是耶稣基督照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很破碎的瓦器，那是头这位啊。迄灰瓦器，足紧就破去无路用嘛。可是，在上帝眼中，这是宝贝的瓦器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荣光照在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显出什么？你多厉害！这是都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玉林举办一个活动，那个萧美琴副总统还会去致辞，很美的一个活动那个就是见证，在社会上，在帮助这么多的人，帮助到连副总统都很重视去致辞，这就是见证，很美的。就像8月2号以后的见证以后，有时候我一直听，觉得说，这些人真的比我讲到好的太多了。这些见证，每个人真的是出来讲他的见证里面，然后告诉我们。我们受到怎么样的逼迫，上帝都在我们中间。
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在神的上面里面，可以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宝贝放在瓦器。瓦器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瓦器是什么？价值不高哎，容易碎。迄个瓦器吼，迄土做的，黏黏的，还个烧烧出来哦，你也无注意甲坑咧，就破掉了。你不要以为你很坚强哎，你很容易破碎。你们说我已经都到瑞典去留学了，我怕什么？我什么苦我没吃过？我有见过那个那个人想那个永月是多久？4个月吧，5个月，差不多4个月嘛。我4个月都没有看到太阳，我还不是这样度过。他没有忧郁症回来还算不错嘞。先生有没有忧郁症？没有了哈，回来还可以赚钱。但相对的那个时间破碎掉，但是我们相对的，我们人本身，你不要以为我已经练到什么程度，我的程度多高，在上帝的面前啊，我们都是瓦器耶。蔡崇义就是最脆弱的那个瓦器，一打就破。我一直说瑞宇一定，我剩下8年半，8年啊，看到一定一个很大成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现在是瓦器，你还是很容易破碎。你要在主里面得到坚强。所以这个瓦器不够破碎，但是瓦器，我们看看，你去故宫看看，很多不是瓦器吗？那些陶瓷啊，贵不贵？贵哦，不得了哦！你去那个杂货店里面去买一个碗5块钱呢，去故宫买一个碗啊，要5亿耶！为什么价值不同？因为这个瓦具要经过这些人工巧手，经过所有的累积，经过一切的美化之后，它的价值就不一样哎。你看一个碗里面出的一块碗，还经过张大千在上面画个山水图，卖起来就不一样嘛。那不信的话，我们看陈慧华老师去画个图在上面看卖的，跟张大千卖的有没有一样？以后你们就知道，没有你的画图还是你一样。你业绩一定高价跟你收买，你放心好了。你就跟他开价多少钱，他就跟你买多少钱，你放心好了。但相对的，我们的瓦器是什么？瓦器的价值不在那个瓦器本身，而在瓦器给他在瓦器里面施工的人，还有经过历史的淬炼。秦代的瓦器，你找出来，在那曲马雍里面找出来的瓦器，跟现在你所烧制出来的很漂亮的瓦器，谁比较有价值？秦代那个破破烂烂的瓦器。我们相对的瓦器做什么？这些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这些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。若不是出于上帝，我们有什么才能？我们的所有的才能，如果不是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有什么好骄傲？我们在座的，我很感谢各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弟兄姐妹也应该很感谢上帝。当你们的事业有成，当你们的家庭和满，当你做事情顺利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我自己很行，都是我自己的努力。No， 上帝在你身上。上帝帮着你做这些事情，上帝在引导着你走，上帝在引导着你走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成就跟那个价值。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价值在于神，而不在我们。我再强调一次哈，各位一定要记住，这些价值都在神，不在我们。你做的企业越大，我越高兴。但是我也越感谢神，我也为你越祷告。但是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力有多强。当然你说我一般人我能力就很强啊，我智商157呀。但相对的，再怎么样是神在帮助着你。你要依靠神，你就越得到力量。当你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，神离你而去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所以相对的，瓦器自己本身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易碎，它是一个很卑微，它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呀。可是如果经过我们三位神里面去改造，它就变成什么？是一个荣耀的，它是一个无价的，它是个全能的。我们每个人也一样。当时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在教会，当时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说都不是。突然觉得头脑开始开窍。
我自己本身呢，我就是个见证哎，我自己本身的都觉得说，哎，我本来是你也知道我的阿达玛孔古力哦，小时候是脑膜炎的人，结果到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这头脑怎么那么讲聪明也有点骄傲了，就是记忆力非常的好啊。不信你问我太太，我太太就这样被我追上手了，不敢再讲话，记忆力非常的好。考什么就中什么，而且都前面都成绩都非常前面，可没有人知道啊，因为每天还是在教会跑来跑去。可是我只要上课上翻一翻，那些东西都可以背下来。现在啊没有了，现在已经老年痴呆症了，这也没办法。但是相对的，那是因为在服侍神，神将这个智慧、聪明加给你。那你们认真念书，当然你要认真念书啊。你说这样我都全部交代给神就好，神说我才不管你呢。人的尽头才是上帝的开始哎，所以相对的这些泥土，我们受造都是出于泥土哎，我们是上帝泥土所捏造的，上帝的灵吹在我们的口中，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可是相对的，我们出于上帝的话，出于造物主的话，我们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如果是作为服侍的一个器皿，这些瓦器做什么？是服侍上帝耶。你会唱歌，你会弹吉他，你会弹小提琴，你会弹钢琴。感谢主，非常的美，要经过时间，要经过不断的锻炼，但是如果服侍出来，那就是一种荣耀，这是一种非常的美，那是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在服侍上帝。有时候觉得，当时我在带那跑堂学有个新生合唱团，全国那时候全国还有排名合唱比赛排名，我们还得到第1名哎，那时候还全冲指挥，但是得到第1名的时候。说真的，那一阵子有一点骄傲的感觉。仍然遇上，就是说这个大一的学生哦，蔡某某哦，我们的指挥得到第1名。之后还有吉安去宿舍找我说，我们出来服侍上帝。如果不是他把我拖出来，我可能还洋洋得意，就在那个合唱团里面一直这样下去。那么现在对我来讲，可能是社会的知名人物，可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服侍上帝。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以教会为中心。然后我们其他的读书啦，其他都是一些别的。上帝真的在我身上做了很大的功，我到目前为止我都很感谢上帝。我没有见过任何的人脉关系，但是上帝给我已经这50年来，最起码后半段20年都是有司机、有秘书、有车子可以坐的生活。相对我们本身要知道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那个光从黑暗。照在我们心里的，我们知道上帝是显现在基督里面的光啊。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创世纪里面第1章的第3节就说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因为当开始是第4，一面混沌，第是一面黑暗，黑暗上帝灵运行在电管，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。那这个光就是不一样啊，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那个光啊。可是光到世界上，我们有没有接受它？没有哎。我在想说，我退休以后最高兴的事情是，在座的很多都是做父母的。你觉得你的子女如果一直在亲近你，一直每天跟你问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高兴吧？你看到需要每天在跟你问候。你也很高兴吧？我在想说，如果退休以后，我就也比较多的时间去吵上帝。可是我觉得上帝应该很高兴，因为上帝一定很喜欢很多人去吵他。然后我跟上帝讲说，我觉得好忙哦。忙完以后，最起码晚上可以安静下来，跟上帝一直在交通。我觉得自己感觉说，越来越幸福的感觉。但是我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今天看到丽香姐啊，丽香姐那天手术完之后，我真的很感谢神呢。我本来要私信跟你说，真的感谢神，我想你应该听到了，很美的事情哎。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上帝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医生说，哎，你要退休之前，趁着我们还可以做一种免费的健康检查，你要不要去检查？我说我不必了，退休以后，只要你检查出我什么，我都不以为意。不信的话，你去问郑长老娘。
他就这样快快乐乐的活到90几岁。那个下礼拜六我们也要成长老娘，我们要做一个追思礼拜。我又觉得我看到成长老娘，我也是很羡慕哎。那如果再讲的再不好听，是既羡慕又嫉妒，就是说还这样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，多美啊！可比地丢了对不？给人讲就快乐对不？所以相对的，生命的光啊，在我们里面啊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，光照黑暗，黑暗有没有接受它？没有哎。我今天第一个来就看到姚长老，但姚长老每天都高高兴兴的，握个手他也很高兴。哎呦，我真的也很羡慕他哎！我希望他是这样，每天这样坐着车来做礼拜，看到大家很高兴，这多美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那愤怒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的，因为就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现在哪里？是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不是显现在某个伟人，是蔡崇义比较厉害，是什么什么都不是，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。这个教会唯一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一个人比较伟大。我这个强调几百次、几千次，我还是要强调，在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大家庭的一份子，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谦虚，都是卑微的。你觉得你在家里面说我老大比较厉害，我老二不行啊，所以我看不起老二，你会吗？不可能嘛！每个爸爸妈妈的儿子女儿都是宝贝，上帝看我们都是宝贝，你不要自卑，不要自卑感啊！不是那个自卑，就是自卑啊，是谦虚的自卑，不要有自卑感呐！上帝面前，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，所以我们上帝将这个宝贝耶稣的生命跟光什么？照在我们身上，照在我们这个瓦器。我们这个瓦器是什么？是没有用的，是脆弱的。我们在这个瓦器里面，这个生命，上帝莫大的能力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经常念的一节的圣经节，这圣经节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告诉我们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经节，我经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一起来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知道人要自洁，人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这个贵重器皿，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？合乎主用。你说我是贵重器皿，我是声乐家，我歌唱很好，我是钢琴家，我piano弹得非常的棒，我是小提琴家，我拉得非常的好，我是大提琴家，我吹得非常的棒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是合乎主用的，我觉得你棒，你就在国家音乐厅，你拉得再好，你演奏得再好，在我的心目中感觉上，我都觉得收受。我觉得我在魏武营听过那个祖宾梅塔，他那个一个非裔的那个指挥家非常有名的，他去指挥一个交响乐。我听完以后，他因为私下，因为我们的身份可以跟他去交谈，然后透过翻译，他告诉我们，吓一跳，他说这些都是上帝要他这样做的。我突然觉得说，他怎么指挥起来交响乐有生命？因为上帝希望他这样做的，他是有生命的。所以保罗的参谈里面叫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。你有没有四面受敌？有啊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，包括我。我们一定会四面受敌。比如说，我创造一个那个再就业的啊，再就业我跟他媒介做了老半天，他还是就业不成，我心里有没有挫折感？有啊。这首琴我弹了老半天，那怎么都弹不好？我有没有挫折感？有啊。那人家圣歌队啊，别人唱歌可以唱这么好听，那我为什么声音这么沙哑？有没有挫折感？还是有啊。可是我们这些四面受敌，不被困住，上帝会帮我们解脱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心里作难，但不致失望。我们记住，我们不要泛滥。我们心里会作难，我们会难过，但是我们不会失望，因为神随时帮我们找出那个可以走的道路。神会帮我们开路。
所以我们8月2号的那个，我们用那个诗篇30篇第5节讲：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必欢呼。重要是那一句话：因为神的恩典乃是一世之久。神的恩典满满，你有什么好 complain？ 所以相对的，我们遭受逼迫会不会？会，可是我们不会被丢弃。神做我们的依靠，被逼迫，逼迫就逼迫嘛。神会做我们的依靠，我们所面对打倒了，你有被打倒？有啊，有时候觉得很脆弱啊，今天就躺着不想动了。神啊，我投降了，我输了，我认输了，我投降，随便你了，随便你了。但是什么？不致死亡，因为神还是会帮助我们。所以，我们相对的，日本有一个15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工艺，那叫做经济 Kinzuki， 是不是啊？译文？如果我念错是他的事情哈，因为我问过他，他跟我讲的。如果我念错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哈，是译文的问题。那个工艺啊，就是把破碎的碗啊，这些瓦器哈，他用金粉啊，用生漆啊，用银粉去把它涂上去做，而且不是随便选的是选的那个很有艺术感的，反而虽然碎掉，反而更有价值它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，甚至举出展览很有名的一个艺术。我们本来以为不要的要丢掉的东西，反而变成它是一个很美的艺术品。所以，那么他们叫做一个，他们称呼一个叫做侘寂美学日本话叫做瓦比萨比，不是瓦萨比啊我反正错都是译文的错，跟我没有关系但相对的，那种你就发觉到说，我们其实很多破碎的东西，经过上帝的光，经过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反而显得灿烂。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用，我已经破碎掉了没有用，但是它反而显得灿烂，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贝多芬，他12岁就开始会作曲，可是慢慢到28岁的时候，他发现耳朵听不到啦，一直慢慢听不到了，耳聋啦，音乐家耳聋，怎么办？他30岁开始做交响乐，交响乐有很大的曲子，30岁开始做第一首交响乐出来的时候，他耳朵已经半聋了，听不太到，所以他一定要很进去听，他做到他整个耳朵已经聋的差不多，已经几乎是失聪了，已经听不到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悲伤。他说：“神啊，到底你是怎么样？你用我。”大家称我是音乐天才，他认为我是音乐才子，他认为我音乐很好。可是呢，我耳朵听不到，我怎么作曲呢？耳朵听不到，我怎么做出曲子来呢？他已经很悲伤，他甚至写了遗书。他想说：“哎，干脆自杀算了。”30几岁，可是神不断鼓励他：“你要站起来，你要站起来。”所以他到38岁就做了 C 小调的第5号交响曲，我们称为命运交响曲。各位都很熟嘛，那个是世界上最有名的，梆梆梆梆，梆梆梆梆，梆梆梆梆梆梆梆。哦，这个出来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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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命运不是这样吗？命运一点，嘣嘣嘣嘣，可能打击下来。可是我们再开始出来，我们在命运，在坎坷的命运之中，我们要站立得住。所以在很多人听到命运交响曲之后，就开始奋发图强。他觉得说，我的命运是坎坷，但是我人要坚强。人家耳朵都聋掉了，还可以作曲。等到他54岁的时候，他做了好多交响曲，他做了9号交响曲。非常的有名，尤其最后一首第9号交响曲，它是低小调的。那个他在做那个第5号交响曲，大概35到40分钟，因为看各指挥的程度，有的指挥快，有的指挥慢。可他做到第9号交响曲已经做到几分钟了，已经可以做到70分钟。所以当初他们说 CD 的容量是因为他第9号交响曲，所以把 CD 的容量放大。
他做到第9号交响曲，你看一个人失聪的人，耳朵听不到的作曲家，居然在交响乐里面第一个把人声合唱放到他的交响乐，应该做很悲伤的嘛？哎呦，上帝啊，你怎么在？应该是很埋怨的曲子，就他做什么？做喜乐的快乐颂。他把喜乐的快乐颂安插在他的第9号交响曲，大家都会唱吗？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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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的圣诗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全是几乎所有的人快乐快乐我们快乐，这个快乐颂几乎全世界人都会唱。哎，做快乐颂的人是耳朵失聪的作曲家。哎，破碎，其实上帝让你破碎，是让你的心灵里面得到沉静。让耶稣基督的光照在你的身上，所以，我逍遥去结束这个我们的整个的妇幼保护基隆市妇幼保护协会。这个协会里面，其实我经常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，有谢国良这边的人过来的，有童子伟这边的人过来的。那所以他们2个现在都要选市长。我问我说支持谁？我说我支持上帝。你们谁都没关系，我就支持上帝。相对的，我经常用一句话跟他们讲：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，仍然是一粒。如果你不去做它，那个麦子一定要落在土里，壳脱掉以后，它才可以结出果粒来，才会灿烂呐。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个家庭，这个小孩长大也是社会的问题呀。他已经吸毒了，他已经做坏事，他打架，父母都不管他。如果我们再不去管他，他可能长大也是社会的问题呀。那你说我们做不了，没关系，做一家算一家。我们没有像恩友爷做那么多，其实那个小伟社区恩友有进去做，我们有做找几家值得帮助的，全程帮助他，就陪这个小孩长大，也帮助他的家人。但是不是说很多的金钱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最基本的生活？但小孩的学会，我们也请海洋大学的学生去做家教，不是很好的成绩，但最起码也不错，慢慢都上正轨。所以，我们相对这个一粒麦子，我们要不要做？要做啊！我在台东就是有那个麦子基金会啊，他们本身就是做这种很微小的，而且这些人你去问他谁是创办人，谁在里面都没有人知道，因为跟记者都有一个默契，都不要讲我们是谁，因为我们只想去做而已。这些人都是大企业的老板，他们每个月捐钱出来，上次有一个人拿这个100万给我说，那蔡某某你就去，我说你就直接拿给协会，要直接去做哦。然后他说我不要给我甄选证明，因为我这100万是我的4万钱，所以不能让人家知道，他就拿了。所以很多啊，今天去我就跟他们讲，你们应该自己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：生命磨练的尽头，才是上帝恩典的起头。上帝磨练我们都有他的道理，生命经历破碎，才能够绽放基督的灿烂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破碎是为了挪去我们这个自欲跟老我，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很行，我们自己怎么样，我们不谦卑。上帝要挪去我们这种的不是。这种老我，把我挪去之后，才能够让我们得到那个灿烂，有基督的生命、基督的灵性进入到我们，我们可以得到灿烂，可以得到灿烂。更重要什么？荣神益人，我们可以荣耀上帝，我们可以祝福他人。所以，相对这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，我们更重要。主耶稣基督，他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完全破碎呀！人死掉，还有什么比死掉？跟那个他完全的破碎自己，让我们这些救赎跟永恒，让我们得到破碎后的灿烂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破碎不可怕，遇到困难不可怕，遇到丢人不可怕，被打倒不可怕。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相信破碎以后之后的灿烂。我们今天下午的我们整个的活动，让它更灿烂。可能你一跑到跌倒，跑到整个不管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第1边跟第4边都是卫生纸而已啊。今天有没有准备别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？高兴，大家一起来，因为我们是个灿烂的教会，
我们是神所赐的教会，我们是神所喜爱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破碎之中，我们能够得到灿烂。因为主破碎，我们是要让我们重新有主的光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得到荣耀，让我们荣神益人，让我们的祝福能够祝福别人，和祝上帝你的听，叫我们三个做会。我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角内面圣诗122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请咱闭完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来敬奉献圣诗。请蔡长老来祝福。咱请蔡长老来祝祷。
上映，歹势，来请上映398首，临时后请蔡长老来祝祷。万难救主耶稣基督，怜悯怜主你，你的上帝属主我，天然亲像家己，天然亲像家己，情绪反应甲咱感动，也记咱心内。三位天咱相逢，只是到万世代，只是到万世代。愿你们受受神国的降临。愿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，都虽然破碎，都能够成为灿烂的器皿，合乎主用宝贵的器皿。求主你照顾在场的每个人，愿主要所基督稳定，特别上帝听堂圣的相通，今日三角之地，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报告后主日有轮到圣工的，请大家准备心。消息报告：今仔日的小组分享暂停。今仔日下昼点半吼，伫迄个松花区民众活动中心，咱有举行全教会趣味运动会吼，请兄弟伫1:30前报到。伊的地点伫合江街137号4楼吼，1楼是全联吼，位侧面吼，迄个分组的名单吼，公布伫倒手边的公布栏吼。本周拜六8月22号下昼2点，伫教会举行陈长老娘的安息主怀礼拜吼，追思礼拜，欢迎兄弟参加。第四，金星奖学金的晋升奖学金吼，伫今仔日到8月30申请吼，符合的资格同学，甲各团契的普渡申请，预定伫9月6号颁发。本会定伫10月17号到18号拜六礼拜，要去苗栗的日出温泉度假饭店野外礼拜。因为咱大的房间有限吼，报名人数上限60名，以会友为优先。报名为今仔日到8月30停止吼。迄名单嘛是伫迄个公布栏，倒手边公布栏。咱即摆房间拢是4人房的为准，一个人收1200块。请到迄个文玲甲保宣执事，详细大家会使参观咧布告栏吼。本周的新安宫读经的进度是何西阿书3章到9章吼。今仔日礼拜到这，咱请圣歌队来唱祝歌。